區亦都有個特色啦，外援方面嘅分佈啊，5個巴西，4個哥倫比亞，哎呦，得到嘅啊，韋利安，5個巴西，4個哥倫比亞，咁啊巴西人之多就再爆落去，贏咗羅子噶啦，一個 cutback，韋利安嘅射門，彈先，反彈嘅情況下，而有份功勞嘅仲有艾華頓啦，食啱嘅左腳1個2個，省中2個。係長波正啊！個射，哇！真係嚟，韋利安好波，韋利安新加盟第一場賽事做咗領。球扯到埋超波，但係甩咗位喎，人乜咗啊！嗱，一路向後褪嗰陣咧，都係冇人合嚟少㗎。哇！好靚啊！呢個直接幫過嚟俾咗名家助攻。好在呢個，好拍完啦！一個哥倫比亞叫卡路士啦，上季都係季中加入嘅。咁往邊外咧就李文亦都揾埋巴拉克上翻後備席換衫，做到個靚傳中咧，都係個好有威脅嘅攻勢嚟嘅，過唔到韋利安。基高里自己格魯吉亞嘅球隊中場啦，佢好多時都會褪後幫手組織，拖到上嚟，哥達、阿海揀到傑志嘅球員。咦，入咗禁區，有人爆抄啦！基高里，而即係我諗港隊中場中都係幾需要人手嘅一個位置啦。咁雖然而家都有林仔同埋仲要抽起場上其中一名度，睇下抽起邊位啦。咁啊，上個禮拜聯賽杯啦，就係佢攻入一球12碼㗎，對住李文嘅時候，走一走啦，見到維基爾呢頭波，又要褪翻後去頂嘅。暫時佢哋左翼呢個效果就唔算話好突出，所以就都有一段時間未試過贏李文㗎啦，已經係2025年嘅球會員。即係講咗都進步好多啦嚇，佢都係個熱雙球，咁都合理嘅。到就揾晒機做個單擋，呢度中路位置落，韋利安講一聲射咗條尾喎，入球咧，咁個戰局先至會有明顯啲嘅改變。嘅傳送啦，佢有似係搏腳啊 ，hold 住個波嗰類型嘅中場球員多啲。韋利安整腳長傳，可能啦，咁啊李文會稍為好少少。但係北區今屆啲攻勢話俾大家知啦，有啲波發起出嚟都可以。